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不是咱们中国的四川，也不是海南的三亚，这是哈萨克斯坦，真的是一望无际的土地啊！摄影师跟着我的方向看一下，远处一望无际的全是小麦，这边已经是播种好的，也全是小麦。我跟你们讲的不是不可思议的，是种植小麦。不可思议是这么多良田能荒着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情啊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失落。咱们国内打破脑袋抢的地租，在这边大片地的放着没人耕种，这可能就是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大战略吧。看看，这都是小麦。这边就是因为缺少基础的配套设施，播上了，长多少算多少。一旦把这个电通上，把水通上，现在这小麦一亩地能打多少斤呢？咱家里边可能打300-400斤、400-500斤，甚至更高。这边几十斤，为什么？这就是这种土质。你说它不肥沃吧？它绝对长庄稼，一点不耽误长，就是干旱。啥玩意儿都受不了。前几天咱在这个不同的纬度呢走了一圈，可能很多的质疑声。到现在为止，你们还说哈萨克斯坦是盐碱地吗？看看是不是都是一片一片的小麦。我们在想，如果说有这种大片的地，我们家里这些人还用这么抢着地租往上去抢吗？这是我们的地林。因为我们在最后一站展示给大家的就是中国同拥猫最多的阿拉木图，咱们要在这布局玉米的种植，因为中国的玉米深加工企业阜丰呢，在这儿建了一个玉米深加工的大型企业，咱们呢应该能吃到3年到5年的一个红利。现在来看到种大蒜的、种大麦的、种小麦的，我们都看到效果了，剩下就看我们自己了，能不能拿出我们中国人的千人不拔不怕吃苦的精神，对于这种土地的热情，来把我们好的栽培技术拿过来，好的品种拿过来，在哈萨克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展示我们新农人的精神。加油吧！我想在这片土地上延续我们北大荒新农人的精神，再把北大荒的这精神在异国他乡延续下去。希望借助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平台，让更多的农业人有舞台，让更多的种业科研人员有舞台，让更多的农机有舞台，让这些农业人有舞台。加油吧！我说了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咱们再也不问江湖事了，就跟土地打交道吧。沧海一声笑。